咱即时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要所读的是伫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到11节。罗马书第6章第3节，恁一定知，咱受洗甲基督耶稣合做一体，也是受洗甲伊做伙定死。通过洗礼，咱已经甲伊同归伫死，做伙埋葬，亲像天父用伊的荣耀的大能力，互基督对死人中高活，咱相反也要过着新的生活。如果咱甲基督合做一体，经历伊的死，咱相反也要经历伊的高活。咱知咱会旧的家己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为着是要拆毁有罪的自我，互咱无搁做罪的奴隶。因为人死就脱离罪的权柄。如果咱甲基督做伙死，咱也深信咱要甲基督做伙来活。因为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个活，伊无搁再死，死也无搁再控制伊。伊的死是甲罪决裂，即便会当完成所有的功劳。伊现在活着是为了上帝来活。相反，对罪这方面来讲，恁也着将家己当作已经死，总是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恁是为上帝来活。愿上帝的话刻了伫咱正人的心内，成做咱一生军队主脚步的帮站。今早起。信息，那么请主牧师、蔡牧师来传讲洗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来洗礼，到底什么会是圣礼典？伊甲咱的信仰有啥物款的关系？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所读的经文，甲大家来思考洗礼的意义。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你的话。恳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过一遍，来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阮会通照你的心意来行，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阮安尼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圣礼典是教会生活中间真重要的一个宗教礼典。伫天主教会内底，有将洗礼、圣餐、捐赠、告解、结婚、受圣职，甲为病人抹油这7项代志，称作天主教会的7项圣事。但是咱来明白检查。伫即天主教会中间，即7项圣事有哪有分做比较较重要，比较较次要的，所以毋是每一项圣事拢有相款的价值甲重要性。伫天主教会中间，即个7项圣事的头前3项就是洗礼、圣餐甲捐赠，被看作是主要的圣事，佫称作入门的圣事。意思是讲。一个人，伊要接受基督信仰，然后进入教会生活中间，这3项圣事是有直接的关系。这3项圣事中间的洗礼甲圣餐，是宗教改革运动了所产生的路德宗，还是讲改革宗？就是譬如讲咱长老宗，就是改革宗的教会。咱将这2项圣事，就是洗礼甲圣餐。看作教会的圣礼典，所以咱的教会只有2个圣礼典，就是圣餐甲洗礼。关于圣餐的意义，牧师伫即个受难周的圣餐礼拜中间有分享到，所以咱今日要透过保罗伊所讲的来看洗礼这件甲信仰有非常深的关系的教会礼仪。
互咱伫每一遍咧参与洗礼过程中间，会当深深理解为什么教会要将洗礼看作是介重要的圣礼典。洗礼这个字吼，伫希腊文的中间，当时有洗，有浸两种意义啦吼。所以长期以来引起真侪无共款的教派、无共款的教会有神学上的辩论。有一寡教会譬如讲浸信会，伊认为浸礼才有功效；有一寡教会，譬如讲长老会，伊认为滴水礼已经会当代表洗礼意义。甚至有一寡教会认为讲，毋是单单浸礼会使尔，爱伫即个流动的水就是讲水有流的，比如溪流啊，还是海内底洗礼才有功效。其实，咱若对信仰来反省，咱理解洗礼其实重要，毋是在伫水量的多少啦，咱较普通，咱咧洗头、洗身躯无共款，毋是讲要洗迄个外表的清气。其实洗礼较重要的是伊信仰的内涵所以咱来理解。所以每一遍咱咧参与圣礼、参与洗礼的过程中间，咱来理解洗礼真实的信仰意义。但是首先，咱先来看洗礼的圣经的根据。到底圣经中间有记载洗礼？咱若详细来看福音书，比如讲，咱若看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4节，伊就提起着行洗礼约翰，伊伫旷野内底出现，伊替人洗礼。但是咱注意看伊洗礼咧宣讲的时阵，伊安怎宣讲？伊宣讲的信息是讲，恁爱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恁的罪。所以要接受洗礼，进前爱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爱会晓认罪，爱会晓悔改，知影家己本身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要来接受洗礼。这个洗礼就是用水洗来表达一个人的悔改。咱伫圣经中间嘛看见着行洗礼约翰，伊继续讲，伊讲。伊用水行洗礼，但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要用圣神来行洗礼。暗示伊了后，耶稣基督的出现，会带来更较有功效的洗礼，就是圣神的洗礼。咱伫马太福音书第28章的19节，咱看见着各位耶稣基督安尼命令咱，伊讲：所以恁爱去，互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所以耶稣基督爱教会用洗礼做互人归向耶稣、加做门徒的一个真重要的要件。所以洗礼有确实的圣经的根据。那安尼，到底为什么爱洗礼？其实咱来理解，圣经一再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如果人悔改。上帝要拯救每一个悔改的人，人只要悔改，回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意爱施行拯救。所以，诚做上帝教会，咱来做见证，就是爱互来到教会人有悔改的心。教会要传的福音，就是互人知罪，会当悔改的信息。所以，有的人在读圣经的过程中间，可能对圣经会有淡薄误解，认为洗礼无遐尼重要。比如讲，咱若去读到保罗所讲的这段经文，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17节，伊讲：基督差遣我，毋是为着行洗礼，是爱我传福音，无用智慧的言论，免得基督伫十字架顶会失去效力。所以有个人引用这段讲洗礼其实毋是真重要，传福音较重要。到底是洗礼较重要，还是传福音较重要？其实两项拢真重要。保罗为什么会写这段经文？毋是讲洗礼无重要，保罗是咧讲伊的职分。伊讲伊的职分，伊受调是为着要传福音，因为伊真清楚，如果一个人若毋知影福音，毋知影家己是罪人，毋知影家己爱悔改，伊嘛袂来洗礼。所以爱有先传福音，互人认罪悔改了，
洗礼会当带来功效，而且洗礼了后，洗礼毋是一个结束，所以牧师要在座今仔日要接受洗礼的人讲，洗礼毋是一个结束，洗礼反倒是一个开始，需要伫教会生活中间被牧养，继续，互咱的生命会当哪来哪圣洁。所以毋是讲传福音较重要，洗礼较无重要，是有的人爱做传福音的工作，有的人爱做洗礼、爱做牧养的工作。嘛有人安尼讲，牧师啊，拯救的主权是在伫上帝，无在伫洗礼的即个仪式，听起来较像无毋对，但是咱若爱明白，有的人认为讲啊，既然拯救的主权在伫上帝，安尼有接受洗礼无接受洗礼较有要紧的，其实咱毋通误解。为什么拯救的主权是在伫上帝？咱犹原爱接受洗礼，因为洗礼其实是一个信仰的告别，所表达的就是咱信心的交托。洗礼那亲像祈祷同款，咱祈祷成就是在伫上帝嘛，毋是在伫祈祷的人。但是祈祷的人，诚心照上帝旨意来求，上帝就应允。袂当因为讲成就在伫上帝，所以祈祷的人就毋免求。相反，洗礼嘛是安尼，救恩的成就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咱愿意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咱的信仰，来接受上帝所授予咱的恩典。所以咱来真实去明白洗礼的信仰意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真重要的洗礼的信仰意义。第一项就是洗礼其实是代表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罪得到洗清去，得到上帝赦免的记号。咱看见到圣经中间，使徒行传安尼记载：第5旬节的时阵，彼得对众人讲：讲恁每一人拢爱悔改，而且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通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恁就会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圣神。所以这段经文，咱讲真重要的几项要件：第一，要接受洗礼的人爱悔改，爱认罪，知影家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然后爱接受洗礼，来成做咱罪得到赦免的一个记号。了后，上帝就赏赐圣神内住伫咱心中，来帮助咱。所以，咱等下来看洗礼，咱就明白洗礼有一个真重要的问答。牧师会问这些要受洗礼的人，讲你敢有诚心悔改认罪，而且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无？这个要受洗礼的人回应，讲是，我愿意。表示讲，伊承认家己是罪人，需要救恩，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互咱的罪完全得到洗清去，罪得到赦免。所以悔改认罪，而且接受洗礼，靠着圣神的帮助咱，洗清去咱所有的罪，这是洗礼的第一项意义。第二项，洗礼其实真重要的，是代表咱爱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死，也爱甲伊同过活。怎么会是甲主、甲基督同死同过活呢？咱来详细来看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伫罗马书的第6章第30到31节。这段是咧强调洗礼是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去经验主耶稣基督的死，而且甲伊个同过活。所以第一个意义就是，咱遮着洗礼，表明咱愿意甲主同死。这是什么款的意思？咱来看保罗安尼讲，讲你一定知，咱受洗礼甲基督合做一，也就是受洗礼甲伊同死。借着洗礼，咱已经甲伊同归伫死，做伙埋葬。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呢？保罗惊咱无清楚，所以继续说明，讲咱知，咱的旧的咱，旧的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为着拆毁罪性的自我，互咱无搁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人死就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洗礼其实是帮助咱，将迄个旧的咱，迄个性情无好的，迄个有罪的咱，来定死伫世界，互咱会当甲旧的咱个别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咱看起着第二项，除了甲旧的咱个别，或者旧的咱定伫十字架顶以外，咱来开始活出新的生命。拄啊，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如果咱若甲基督同死，咱信，咱也要甲基督同过活。因为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活，伊无搁再死，死也袂当控制伊。伊的死是即句话吼，是甲罪决绝一句来完成全部的功劳。意思讲，耶稣基督的死吼，将死亡的权势一尽拢消除，完成这款的功劳。现在伊活的是为着上帝来活。相反，对罪这方面来讲，你乃将家己当作是死；但是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恁是为着上帝来活。所以意思讲，咱将旧的咱钉死伫十字架顶，咱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悔改了后，因为洗礼除去过去一切，来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要活出新的生命，靠家己的力量完全无法度，咱只有靠圣神的力量，互咱一步一步会当正圣佮称义。咱来理解，水的洗礼是外在因素，圣神是洗礼的内在因素。所以水洗只是洗礼的表面，真正洗清起人的心的是圣神。所以咱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上帝的神，唔单单清起家己，而且咱会当一步一步正圣称义。正圣称义意思是讲，咱分别出来归伫上帝，而且甲上帝保持一个合一的团契，合一的关系。这也应验行洗礼约翰所讲的，基督要用圣神来行洗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起着这段经文讲，如今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借着咱上帝的神已经洗清去，正圣称义。所以，咱分别出来归伫上帝，甲上帝保持一个合一的团契，这是洗礼真重要的意义。甲主同死，甲主同活，靠着圣神的帮助，正圣称义。而且，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见证是，咱看见着这张相片是，咱伫长老教会真重要的一个牧者，伊对长老教会对台湾的前途有真大影响的黄武东牧师。黄武东牧师伊原本底是无信主的，伊甲伊的养父，因的这个家庭原本底是无信主的，但是因带因厝里信主的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老兄弟。黄武东牧师于家己的自传中间，伊的回忆录内底，伊安尼写，讲伊的皮包仔内底永远拢有放一张相片。这张相片就是这个人。咱看这外表真严肃，看起来真歹的一个人，叫做李怪。伊讲这个人对因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这个人伊原本底是做啥物货？伊原本底是做土匪毋是做罗马尔，伊是做土匪。伊讲伫日本还未来统治台湾之前，伊是安尼杀人放火，啥物歹代志拢做。日本人来台湾了后，伊有缘不务正业，只是毋敢杀人放火，但是平常时嘛是拢伫这地方内底是大罗马啦。因为黄武东牧师伊的老爸的厝是咧开柑仔店的，所以这个李怪常常去伊的柑仔店毋是去交关是去摕物件啦摕了也将来毋捌负责，就白食白啉就对啦摕了，因为伊是土匪嘛，所以无人敢来讲啥物货只好安尼互伊摕
但是有一天吼，这李怪过来因厝里，将伊需要的物件摕去吼。啊，即边吼，毋是摕了就走吼，却摕去迄个柜台吼，爱即个黄母堂牧师因老爸吼来算账吼，来结账。啊，然后伊个对伊讲吼，我知影我过去伫遮吼白食白啉吼，毋知摕偌济啦吼。啊，你若有记账吼，你着帮我清一下吼，我所有拢要来还清这我的小债务啦吼。啊，伊一直强调讲，我欠偌济吼，我来摕偌济，我着要还偌济。啊，这黄母堂牧师因老爸听着了，感觉真奇怪吼。讲奇怪，啊，这个过去是土匪的这个李怪吼，啊，即摆开即边开无相共啊吼。啊，伊就甲伊算小了吼，伊就出去吼。啊，出去了，伊就开始探听讲，啊，这个人较有啥物款的改变？我甲讲，人咧讲的讲，这个人吼已经性情完全改变啦吼。啊，而且开始伫迄个咧做事吼，毋干那种菜，佮种真侪水果。啊，平时收成了这水果，佮会摕出来市场内底去卖。但是有一件代志吼，大家有观察到，若到拜六吼，甲礼拜，伊就无出来做生意，就走去迄个庙埕，走去迄个菜市啊，去传道理。伊讲伊已经信耶稣啊，而且搁一遍吼，这李怪来伊个干妈店交关的时阵吼，牧师的老爸来讲吼，我听讲你去信耶稣。我来讲吼，拜这番仔教吼是大不好啦吼，所以你千万毋通信。但是李怪来讲，你对这个代志你毋知，你毋通安尼黑白讲吼。信耶稣吼，毋是番仔教，更加毋是大不好。信耶稣是甲咱爱敬拜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而且圣经中间佮教示人爱孝敬父母，袂当偷摕，爱行好。所有欠的孝拢爱行，所以你看我较来你这店吼，来行孝。伊讲了吼，就引起这个牧师因老爸的好奇吼，就决定吼偷偷看伊到底咧做啥物货。后来看见伊礼拜的时阵吼，拢会去教会内底礼拜。就试看嘛，讲奇怪，到底是啥物款的信仰吼，会当产生即款的力量？互这个人完全变一个无共款的人。过去是土匪，啊，即马家己讨趁，佫真做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就讲啊，无你咧，一边伊来交关的时候，伊就讲，无你带我去教会看卖。伊就对因去礼拜。后来伊嘛带全家吼，拢归于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想看卖，一个捌做过土匪的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伊的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伊是活出一个新的家己，新的我，出现伫众人面前。这种快乐，真正就是福音的力量。因为别人看到这人的改变，会欣赏这款的改变，这款的力量。咱看见到李怪先生。因带黄牧师因全家来信靠上帝，互因这个家庭得到真大的祝福。毋干那安尼，咱台湾的教会，咱台湾的社会，也因为伊来得到这么大的祝福。这就是正港的传福音嘛。真真正正的传福音，毋是干那用嘴讲尔，是用咱的性命为着主来见证。归荣光给上帝，这是洗礼的第二项意义。第三项，伫洗礼了，咱就成做主来的肢体。圣经安尼讲，恁受洗礼甲基督合做一，拄啊亲像基督，有伊的性命，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做奴才也是自由人，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内底，因拢成做一体。所以咱来理解，当一个人接受洗礼了，伊就成做教会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咱伫教会中间，咱拢互相称兄弟姊妹，因为咱是一家人。咱伫这个家庭中间，会当互相扶持、三体关怀、大道，
互咱伫即个世间的日子，会当有人陪伴咱奔走天路。这是行洗礼真重要，接受洗礼真重要一个意义。等下咱看见着这要受洗礼兄弟姊妹，伊咧受洗礼的时阵，牧师拢会请大家起立。牧师会讲：我奉主、奉爸囝圣神的名，带你行洗礼。大家爱当心讲安那，讲阿门。意思是讲，我参与伫即个见证，我当对即个兄弟、对即个姊妹的性命，我会负责任，因为伊是我大家庭中间的一份子。亲爱兄弟姊妹，今仔牧师甲大家分享洗礼的信仰意义，希望咱记牢，咱捌伫上帝面前立约。牧师也要劝勉伫咱中间，也咧丢毒，也咧犹豫，也咧听候的这兄弟姊妹，赶紧来决定你的心志，来接受透过洗礼来接受主耶稣基督要互你的恩典。透过安尼，新的生命伫你的生命中间展现，会为你的家庭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愿上帝亲自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阮等下也要举行圣礼典洗礼，来见证真侪兄弟姊妹因的信仰改变。阮求主你透过这个圣礼典，搁一遍将你的救恩施落伫阮的中间。互每一个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拢会当领受你大的恩典。阮求主你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